伫安南区，不管是水河边豆花、赞白的手工包啊，或者是正统鹿耳门圣母庙孙力道所做的平安糕，拢是在地出名、人气强军的小食。这回因为了支持公所伫迄段期间所推出的阅读一下，协助提供安南区的外塔风气。民众只要伫所属的安南图书馆招满90本册，就当兑换古早味豆花。另外，伫土城图书馆招满100本册，除了有好食的手工包啊，圣母庙也加码送平安糕，要互较偏远的土城地区爱读册，提升阅读的能力，甚至培养亲子共读的感情甲习惯。借册方面会当来领各方面的好食的小吃，店家嘛真欢喜，恁大家会当借愈侪册。我们安南区所有的各里也来我们的土城圣母庙玩以外，然后顺便来我们的土城图书馆来借书，让我们共襄盛举，响应这个活动，然后可以带动我们整个安南区书香气息，期待来营造书香社会，来提升我们暑假学生呢，或是说小朋友跟亲子之间的整个一个读书跟借阅率，来提倡整个书香社会哈所以我们特别办理我们阅读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该一点活动对6月25一直到9月30，活动结束以后，也有抽奖送礼券、甲好礼以及美食餐厅优待券，嘛互原本就爱借册民众给了生活的小确幸。借书送美食其实还蛮特别的，我们借书都是已经习惯了所以对，如果有这种活动，我们当然会更吸引安南区发起爱读册热天，不只是借册，更是在地店家甲庙宇小停册旁安南的积极行动。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